有一提名好開心，因為其實自己嚟計真係由新人獎提名到而家，我諗都教咗20幾年。呢20幾年自己亦都由一張白紙多咗好多人生嘅閲歷啦。咁到今日有一個少少嘅肯定，咁係開心嘅事。最近睇嘅一次，我係眼濕濕嘅睇到，好揦住嘅。原來有啲時間唔係咁差，但係嗰陣時自己覺得可能好差。其實應該每一個 moment 我都應該要珍惜，因為我哋其實都唔知道下一個 moment 係點樣。其實 UFO 經常都俾人哋嘅感覺都係同我哋離得好遠、遙不可及嘅一樣嘢。我座右銘就係遇到有咩困難我都唔會去逃避咯，我會去正面解決咗。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每一個難題嚟到嘅時候係天俾我個考驗，只要我過咗嘅話，你個人會更加強壯、更加硬淨。所以唔好逃避。